各位天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福起來嘅手機嘅當道好食啦，也係講品質當好嘅農產品。本各位天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今日咪強要我同大家來分享品質好嘅柑麥。韓國當道人講好種果子啊，佢愛食當道也營養嘅東西。有啲人會本果子食牛奶啊、優酪乳啊、奶粉啊。不過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柑麥哦，其實什麼嘅？也是選吃哦，嘛個柑麥吼這麼愛吃醋吼，細細嘅靠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邀請多位來賓來分享啲呀新種糯米種柑麥嘅種法分享。嗨，大家好，我係來自糯米嘅楊宗凡橘子弟，很高興認識大家。好，分享宗凡來到節目當中，哇，好上有演到，經驗當好上哦，對不對？很當好上，來同大家來分享你啲呀新種柑麥哦。韓國有一個稱號，剛剛有說橘子弟。橘子弟。哎呀，這時節，因為柑麥其實從對呀11月差唔多就開始有柑麥出來嘅，唔過到一下12月嚟開始出來嘅柑麥就同10月11月嘅柑麥冇同樣哦，一下出來嘅柑麥係乜嘅柑麥？兩下，對，現在出的是年柑，年柑，對，桶柑，因為有人叫做年柑就錯嘅哦，因為差唔多係呀過年嘅時節，做得食到嘅呀桶柑，故所有很多年柑，嘅呀桶柑同一般10月11月出來嘅那個就是椪柑，對啊。桶柑同椪柑食起來嘅味道也係口感有乜嘅冇同樣？有蠻大的不一樣。比如說，同大家分享一下。好，我覺得桶柑比較有它的風味。哦，對，因為從一開始嘅椪柑食起來會有一些酸，就是它的酸味會比較重。對，桶柑會比較重。哦，桶柑反而比較重，桶柑的酸味會更重嗎？對，剛採下來的那個味道都會偏酸，但是要放了3到5天以上再吃，它的甜味又提升。哦，嗰種我食到嘅應該係有冰過嘅桶柑，嗰種食起來有柑麥嘅味絲，韓國呀又有一些嘅柑麥嘅本身嘅酸味都還是存在。對啊，外皮沒冇同樣。對，不一樣。像是椪柑的外皮就很好剝，對，很有空氣感的感覺，鬆鬆然後皮按一爆就可以。不過桶柑冇同樣。對，桶柑它的皮比較堅固，比較硬，對，比較硬，比較難剝。對，如果抓到技巧，那很好剝。故就專家來，等下面會請專家來教大家運用來剝柑麥哦。對，韓國呀桶柑嘛，佢食起來嘅肉，嘅果肉食起來，咩同椪柑食起來不一樣。不一樣，對，它的果肉吃起來比較結實一點，對不對？對，比較結實，然後比較細。它的底部跟那個肉的那個纖維細，比較細一點。對，而且吃到後面還會有一點回甘。哦，對，這是桶柑的特色。一定全部就係桶柑嘅特色就錯嘅。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吼，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吼。種柑麥就種柑麥啊，有特別嘅管理方式，真係有特色嘅。剛才有講到吼，是選吃啊，你睇桶柑是選吃，到底是吃誰的醋啊？吃醋是愛爸爸，一開始接我阿公，就是我外公的橘子園。一開始我爸看我外公就慣行農法，就是藥就噴了很多，他們不管有沒有蟲啊或者什麼病害。只要是見到嘞就可以卸，對，是見到就去噴。然後我爸那時候因為生病，沒辦法繼續做他原本的行業，他決定就是接我外公的橘子園，然後去上了課才發現，那個農藥用太多，反而對果樹那些是比較不好的，而且對自己的身體也更不好，所以我爸決定。就是要改變那個做法。故說爸爸就開始有改變這個慣行農法的作業方式了。對，所以我爸決定少用藥，對，然後減少
减少肥料。连肥料都一起化肥。对，化肥，然后改用草生栽培。草生栽培，把草当宝贝。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给笋吃很用哎。哦，对，那个。就我爸有跟一个教授学到用糯米醋，因为糯米醋里面也含有微量元素，对，然后再加其他的肥料混在一起，直接撒在园子里面。所以真的是喝醋的是笋吃给感妹。对。哇，那像这样子撒的比例，它就是可以取代一部分的肥料吗？没错。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就你刚刚讲到嘅呀，送一胎同下一胎呀，某 Q 用嘅想法，一定也是经过了很多沟通。但是现在等于说你是第3代了嘛，第3胎来经营，你嘅经营方式又係乜嘅？我的经营方式，对，跟爸爸，我爸是比较建议我去，因为爸爸已经外面上课变革一次了，你知道吗？换成第3代。对，其实我蛮认同爸爸的理念，他的观念，对，就是他要做的就是友善，对大地好，对树好，对，然后对客户都要好，然后我认同他这个做法。他也建议我去外面上课学习，然后我就去陶改厂啊，或去哪边上课回来，我觉得学到的东西很不错，然后跟我爸反映，跟他讲说要怎么做，对，结果我爸就说这样子做，他的经验来讲就是没什么效果哦，所以等于说，如果这样子存的3胎下来，第1胎、第2胎也有一些争吵。第2代、第3代，没有一些的无 Q 用嘅想法。对。假使讲，有冇呀爸爸读到按用嘅无 Q 用想法嘅时节，他是怎么处理这些意见冲突的吗？冲突他就是也会先听我讲啊，对，听完他就再给我意见。后来我就有点不服输，我跟他说，那不然给我一小块区块。给我来做实验好了。哦，对我爸也答应。古时候你 TP 去请顺丰一代 T， 然后去把你在外面学到的、你听到的比较学术的做法，去给他们上回来吃吃看呐。因为你刚刚说爸爸里面有可能给头发没有做过按用的方法，但是你觉得那可能不是你执行的条件，可能不像是你想的那样，所以你就用你的方法在旁边，要了一块地。对，就把它划分出来给我来做。哦，哇，古手爸爸的变革是从惯性转成草生栽培，对，然后第3代中凡你自己就是硬要自己隔离一块区出来，对不对？隔离一块区域出来。对啊。那你按用有一点算是一个实验区的概念。实验区，对。那这样的实验区，你有做过哪一些有趣的实验？同大家分享一下。哦。我有做过，就是一般农民都会把土长枝给剪掉。土长枝是什么？稍微解释。就是一直往天上长的那个枝条。长到太高哎。对他们认为土长枝留着的话，会把橘子的养分都被抽上去。对。对啊。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对。有错吗？是没有错。哦。但是它一长出来，你又把它剪掉，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要我长大了，不要我长高了，然后对，他会变得有点错乱，所以他就可能想说啊，我都已经留养分，我长出来，不过老给剪掉，那我是不是其实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热量，我就停止吸收，对，它就停止生长，然后农民会觉得说啊。你现在都没有长大，那是肥料不够，然后又下肥。哦。对，肥料一下去又太多，它又继续长，又长起来，你又把它剪掉。剪掉之后，有点像恶性循环的感觉。然后它又不停止长，你就下肥，结果肥料一下太多，虫害、病害什么都来，然后你就撒药，又喷药，对，会造成果树有一点就失衡，对，失衡，就是错乱，对。跟古手，你是有去让它长出来的，有长出来，但我也有修剪。那你最后的实验结果是到底要不要剪？就是要适当的修剪，就一个系统留个1、2枝给它长高，他觉得说啊，我长高，我达到我的顶压优势，我就不会再继续长。对，这也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就对了。
然后它就会把养分提供到其他果树，它也不会乱长枝条那些。那这个方法透过实验有说服你爸爸吗？目前还没有。我3月回来接，然后6月才开始做我的试验区，发现这一个，对我也是听外面教授这样讲。对啊，懂神奇呢。所以其实每一代都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是每一代传下来都有优点给手材。比如讲像爸爸就是走这个草生栽培，草生栽培的优点其实很多，优点很多，跟大家分享一下。草生栽培的好处就会，就得保水，因为它等于说有一个棉被在上面的概念，对，你这样再铺一层它的那个皮衣，你像在穿衣服一样，对啊，可以保水，然后保养分，又可以耐旱，对，然后里面的微生物那些就会慢慢的变多。对，因为你提供环境本来都有虫的呀，微生物可以在里面躲在里面，对啊，然后虫啊，它也不会跑到树上去吃叶子，它会吃那些底下的草。对，因为那个果树的叶子不好吃，所以草比较好吃，比较嫩。对，故说要有新的想法啦，一推传一推，就会本期嘅个人有冇kyung用嘅改变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谈总反家的嘅故事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減美。剛才頭前有講到當到吼，總減美有3胎無kyung用嘅想法，今日亦有請到第3胎嘅總範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其中減美嘅辛苦、韓國快樂、韓國嘅心得。接下來我問嘅係，其實種東西睇下就啲聽說會讀到。嘅問題就是，比如說環境嘛、氣候嘛、水啊、奶啊，也都全部就會影響到。不過還有一個所有嘅農民親的然後就會蟲嘅，韓國香嘅減美啊，也按用嘅果子會讀到那條蟲嘅也係香。有巨腐病、黑心病。黑心病是樹的病，對不對？樹的病。對，它會造成葉子會有黑黑的點。然後橘子的時候也會有，然後它會一個小小點，然後橘子慢慢變大，那個點也越來越大。對，就造成外觀只會賣相不好而已嗎？賣相不好，裡面不會怎樣。裡面不會影響到。對啊，還有很多的病啊，對，還有齒疫病之類的。果樹都很多。對，因為是長期的。蟲的呢，因為像橘子它的表皮那麼厚，應該冇乜該不會有蟲的會食到佢吧？到後期就比較會有一種蠻類的蟲叫鏽臂，對，你肉眼看不到，那不就根本就不知道從哪裡抓嗎？對啊，所以那些慣行農法的，他們只要時間到，他們就會噴藥。對啊，但是像你們這樣子草生栽培法，要怎麼樣才可以管理這些病害跟蟲害？病害跟蟲害是很難避免的，我們就是可以製造一個很豐富的生態環境。就你講剛剛有就是草地嘛，本地輕量甲群吃鹽嘅豐盛。那如果說假設是樹上那些蟲啊，有沒有什麼方法？看有沒有外來的天敵去吃它們。所以有可能也會選，就是比如說找天敵來嗎？對。你們曾經試過的方法有哪些？有噴過油劑類的那種礦物油，無毒的，就只要噴油就好。噴油，噴在樹上，噴到樹上跟果實上面。噴油對什麼蟲會有效啊？它介殼蟲或者是鏽臂那些，還蠻多蟲類會有效的。過時候你噴油落去可能是怎樣？我想象中蟲爬上去腳會滑掉嗎？就是它的油會把它的那個呼吸的地方把它塞住，讓它沒辦法吸退，對，讓它沒辦法呼吸，這樣可以吸退。所以像這樣子的方式，就等於說你沒有用任何的藥物，但是也可以
让虫不会这么多，应该没办法完全杜绝，没办法完全，那个效果比较不好，就只是减缓而已。对，减缓就尽量把它压下来。但是也知道，可能你爸爸。已经上到工要用草生栽培，他大概也知道，就是跟惯型的产量比起来，一定会有落差。对啊。那你们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就是产量落差这件事。我们就是朝着用比较天然的方式，然后种出健康的橘子，然后给客户这样。那我很好奇哦，阿公你看到你也都用草生栽培法。一开始有讲到爸爸同阿公已经有草沟嘛，就是从惯型转到草生栽培。那到现在呢？因为你已经从第3代在经营了，阿公的想法是什么？阿公的想法可以慢慢接受哦，因为种出来的橘子真的比别人的还要有风味哦。阿公佢起家色豆每次都按用嘅方式种出来嘅，咩好食，比拼音嘅含卡好食。对，虽然不好看，但是是好吃的。对，狗子就会好生啦，对不对？你好看，但是不好吃，按用咩磨好？对，磨好。对，嗰個出題呀，反正有自家嘅想法以外，韓國呀防蟲嘅方式沒有自家嘅方法。對呀，奶牛嘅改善，這個土質的改善，你們聽說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就是我們落水一天，然後我爸就撒cái可可粉，可可粉是那個蚵的殼，對，蚵嘅殼，蚵嘅殼嘅粉，腦嘅粉，對，這個應該是很，這個對於土壤來講，可以給它什麼樣的養分？它可以補充鈣，還有一些的植物也需要吃鈣質，要微量元素，對，就按鈕全部，哇，就這樣直接撒上去耶，而且要在下雨天的時候會比較好。對，看到人家都做點睡衣耶，為什麼要穿着雨衣？下雨天露須啊。可是為什麼要下雨天做這件事情？這樣子它比較不會亂飛。哦，因為水順沙也就把它壓下去了。對，但很多農民看到就說你施的肥都直接餵草幹嘛？也是哎。對，然後我們回答就是說，對啊，我們就是在餵草。所以不是餵橘子樹哦。其實是都有。其實你把草把它養好了，到時候它死掉也是，它也把肥料給還給你啊。對啊，原來如此。而且可可粉還可以改善土質。哦，是因為它是鹼性。对，它是偏碱性。对，因為奶牛，懂飲中東西啊，也係講有不用皮料，就會怕土壤酸化，所以放了可可粉這個鹼性的東西，它就可以稍微做 pH 值的改善，綜合一下，對，可以綜合。哦，了解。古時候你看好當到專業嘅內容，今日當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唔該，接下來啊，阿 Q 妹嘅單元聽說愛食東西耶，呀，他做得來食東西耶。我們一開始有講到呀，黏感、痛感，接下來還有其他嘅品種愛同大家來小結一下。我們先來介紹，這前面有擺了3種不一樣的品種。最前面的是痛柑，然後中間的有點黃黃的，這個是什麼柑？也是我手上這一顆。帝王柑、帝王橘。帝王柑、帝王橘，好像，不是大家這麼熟悉的品種。對，比較不一樣。然後這個是帝王橘，那旁邊還有一個超級小顆的那個是砂糖橘。砂糖橘，好像之前有聽過。一開始是國外進來的嘛，好像是日本還是韓國，對啊，就是砂糖橘，然後很可愛，丟掉被東頂一下，東東黑上癮就很喜歡，對，所以現在亞布卡嘅柑美鹽這個時間出產呢就會壓3種柑美，對，桶柑、帝王柑跟砂糖橘這3種，但是砂糖橘跟帝王柑差不多12月底就尾聲了。哦，是哦，那為什麼你們家還有？哦，這是之前因為它還比較綠，我沒有採下來。哦，所以真的是過12月底之後才就是剩下的一點點就對了，算是交接過渡期的水果。而且它的應該是它的花開得比較晚，所以它會比較晚熟。對，同那個氣候有關係啦。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吼，竟然有3種柑美，我們就來請專家同大家來分享3種柑美生了恩用的 top。如果我要買的話，我想買好的桶柑。桶柑啊。對，桶柑它的特色是什麼？我應該怎麼挑才挑得到好的桶柑？好，如果到了買桶柑的地方，因為它會擺很多嘛，對，你就
大概用手指尖这边去称看，垫一下，看它重量有没有，然后很实心的感觉。拿别的来称看，是不是哪一个比较重？哦，偷它重哎，对，代表感觉比较实心、密度比较高的，这样就表示它的水分比较多，水分很多。所以这是桶干的挑选。那外表呢？外表可能毛细孔。PA 有没有很细致？就是看在它的毛细孔嘛，看它的黑头。对啊，所以黑头应该不要有黑头，光滑一点的，就是平顺的。平顺的外表。越平顺就代表它里面的肉比较细致。对。不过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人家的用草生栽培的方法，可能就会有一些像这样子的小疤痕。疤，有的是风疤。风是风吹出来的，风吹到然后刮到枝条。所以像可能有一点受伤的样没关系，不影响到它的风味。那有一些可能糊的，对，糊的应该跳拜。如果你对火烧干，对，火烧干，我以为那是一个品种哎。不是，那是被那个刚刚有讲到锈逼给吃到了。故说火烧干咩？我从哎舌头，那也蛮好的啦。那给它一个名字，对啊。但是它也不影响里面的，不影响，只是外观很丑而已。故说它痛感嘛，就会爱看 noble 爱按的平平的，韩国爱重的哦，韩国 noble 尤其是咧疤，也还讲无形，全部都没关系，对，好了解。而且听说火烧干啊，就是反而风味会更好吃。摆在更晚期再吃的话会更好吃。为什么？更特别的味道。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对。哇，好特别很多客人都这样讲。故说黑港有偷到火烧干，所以你运气好。好，这个是桶干的部分。那桶干讲完，我们来讲那个帝王干。好。帝王干用给了头，它看起来有一点像柳丁。它味道有点像柳丁的味道。现在闻不出来，等下剥开来再闻。剥开来吃的时候才对。好，等下再闻。用给了偷呀，这个帝王干呢，也差不多，也是用重量。橘子都是重量，称重量。对啊。那表皮就大概看啦，就尽量挑黄色。黄色，它浓哎。偏一点绿绿的没关系，像那样。对，这有一点绿绿的。其实这个时候这种颜色其实就可以吃。对啊，所以也不一定说要像那个柳橙一样全黄，有一点绿绿的就刚刚好。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可爱的砂糖橘。砂糖橘用来透，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小碰干。对啊，小碰干。对，有一点像。它反而皮要挑越粗越好。对，我现在看到它有那种凹凸不平，对，有点像月球表面的那种感觉。对啊。为什么它凹凸不平反而越好吃？它反而里面的肉质会比较甜它的甜会比较突兀一点。哇！故說今日已經好到當到吼，同大家來分享3種無香嘅減免應用嘅嚟頭，等下休息咗嚟就同大家分享嘅好米絲哦，先休息一下。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嘅單元，就愛同大家來分享。得啦，港式農民啦，今日已經港式農民啦，愛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就係減免用嘅來拔哈。其實拔減免真的是一門藝術啊，像係桶干，個皮就凍硬，有陣時嘅拔到樹就會痛誒，很拔唔開。嗰時候今日有搶呀，這個中凡來到節目當中就會搶一個搞大家，順路愛用嘅來拔桶干。好，請示範，我跟着學。桶干而已，從嘅食物啊，我對食物開始。食物開始。然後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用指甲輕輕的先把它用一個裂縫。你沒有什麼指甲也可以哦。就大概壓出一個痕跡。壓一個痕跡。對，直直的痕跡。直直，要多長？大概2-3公分就可以了。2-3公分，哈，不一定，看自己。有，我壓開了。對，壓開之後，兩隻從這中間往，而且它有點交錯的感覺。對啊，有點交錯。好，直接用力。哇，噴汁了哦！
这样就很漂亮哎。对啊。为什么你没有留糖？这样就剥开了。对，这样就剥开了。好像蛮容易的耶。对啊。因为大概剥个时间啦，就不会剥到速冻桶，因为桶干的皮真的蛮硬的。硬。然后你们的桶干水分好多哦。对，很多。对，所以说也它就来吃色看呐，总反复卡这个桶干的味道。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爸爸大白就同我讲，是干咩嘅时间啊，要剥干咩皮，嘅树啊，韩国要干咩 no 剥，要先去洗枪来。不然就是外面的灰尘，就是会在我吃橘子的时候被我吃进去。哦，多少都会。那你们自己会做这个步骤吗？洗橘子不会。为什么？因为洗了代表有点这样破坏它的表层了。哦。对啊。所以其实不会洗，可能擦一擦这样子。我们会用那个选果机，它用刷的，把灰尘刷掉而已。所以是在包装之前就已经做好这件事情。对，把它刷好。对。会把那个外面的灰尘给先弄掉。对，好好吃哦！你要有给桶干，真的是很有橘子的味道哎，是我太久没有吃到桶干了吗？好好吃哦！因为前一波哎，真的都在吃碰干。这应该是我今年第一粒吃到给桶干，好香哦！哎，你很自在哦，直接录影吃起来很好吃哎，而且还偏酸嘛。不会，我是怕酸的人哦。但是我现在吃起来完全没有觉得有酸味，对，很好吃。不知道呀，有福到某天是幾條錢呢觀眾朋友對呀痛感嘅食物，好按用指甲然後當下去用咗數按用剥開來，當然咱就做老痛感剝開來。唔講好，竟然有請到專家來，另外一種剝法，加係對食物，另外一種剝法係對低頭開始剝。用板來吧，我們一樣來示範一下。這個是帝王柑，帝王柑就是要從頭剝下去，從屁股剝，因為它屁股會比較硬，哦，不好剝。你更用力，反而它裡面的汁更容易流出來。那像是那一條柑妹妹會用像是從地頭剝的方式，像佛利蒙，另外一種，還有茂谷。對，茂谷就扁扁的那種，皮薄薄的，對。妹對低頭開始，對，也是用這種剝法。對。好，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地頭就是從不是地頭的正中間，對，可以蓬辮兩啊，蓬辮用指甲把它壓下去，也要壓下去。對，壓下去。要摳出來嗎？要把那個地頭把它剝出來。等一下哦，讓我學，要右手，要有一點力氣。哦，有。對，開一個小洞之後。開一個小洞。就可以把地頭，就是它的那個地頭會整根這樣子掉出來，是這樣嗎？對。然後好了之後就開始順着那個皮給剝掉就好。哦。對啊，這樣子皮會比較好剝。因為開了一個洞。對，開了一個洞。哦。對，它就會變。原來是這樣。這個佛利蒙它的味道真的聞起來有柳丁的感覺。這是帝王柑。哦，對不起，我說錯了，帝王柑。帝王柑，我要講帝王柑，講唔錯哎，給我一講太多柑的嘅品種，真的有柳丁的味道，好香哦。對，很香。哎呀，品種係哪一片來嘅？MMD。但是它的特色就是，no boy 跟牛看起來是黃黃的，像柳丁一樣。好多水哦。這個很多水。真的是柳丁的感覺。它的味道是清甜的那種感覺。它的甜不會這麼突兀。沒有酸味。對，這沒有酸味。這個很適合我，因為我怕酸。好好吃哦！但是這是應該是這幾年慢慢興起的品種。對，慢慢興起的。慢慢興起的品種跟砂糖橘一樣。砂糖橘。那砂糖橘其實就同個烹感平庸。蓬很好剝，反正你只要手插進去就打得開了。我估計今日節目當中就沒教那麼沒有深度的剝法，我們教有深度的剝法。你說這個砂糖橘的味道很像來吃色康納，真的很可愛。你看，兩個樹，我的手雖然沒有很大哈，但是這樣比較起來，這個砂糖橘真的超小的，很可愛哎，是不是很多年輕人喜歡吃？對啊，一口就吃掉了。一口。它的肉質好細哦，也是細細的，
好好吃哦。它的甜蛮突兀的啊。对，就直接就只有甜味跟水，然后肉质也很细，很好吃。对。可是亚的某 Q 的品种全部就会卖你去请到亚的品种来种的呀。爱爸爸，他有自己去学嫁接，对啊，就买几个品种来自己接，都是自己接的，对，自己接，所以才有这么多某 Q 用嘅蜂蜜，大家做的食嚟到啲台灣真嘅同幸福。不過香港買到亞的咖味真都不卡，一般來講咖味其實很容易發霉，很容易。那生來豆腐卡要冰凍那一片，要用嘅保存，怎麼保存比較好？如果你是买到的时候是用箱子装着，就把箱子的口打开来，让它透气、通风。对，如果是袋子，就把袋子口打开，袋子也要打开。对，袋子，然后不要有东西压着，然后不要有把东西把它包起来，因为橘子皮有毛细孔，它还会呼吸，它会透气。对，如果湿在潮湿的环境下，就容易发霉。对，它会从比较有受伤的地方开始发霉。这咖啡要用冰箱吗？不用。那为什么有人把柳丁放冰箱？柳丁那柳丁要放冰箱吗？我也觉得不用。也觉得不用。对啊，你不要阳光直烧或是太湿太闷热都还好。古时候会用到这个通风的素材，冇 heat 蛋。那如果说有赏时间买到一箱钻了，我们是不是要先挑选一下品质？要稍微挑选一下，对不对？如果你买回来，对，买回来，就是我有客人回到家，他有一个那个桌子嘛，就客厅的桌子，那每一个都把它挑出来放，对，所以先分级一下，感觉这个最好吃。他就直接摆在桌子上，然后也不会把橘子留在箱子里面，就直接摆上来，对，就是当掉出都 no boy， 对，哪一颗有坏掉，还是有什么状况，侧甲就看得到，对，就看得到，然后他会先挑那个红的先吃，或者是皮比较软的，对，它软呢，对，可能有冰豆哎，对，然后有的比较软的，可能是摘下有3-5天了，皮都比较软，他就拿来先吃掉。哇，我吃到我吃到中饭，你对咖啡给了解懂。你说你去年6月才回来，3月回来，去年3月才回来，那到现在其实没某懂 Q 给时间，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其实你懂后桑，有没有想到讲爱转到种下来种咖啡？一般后桑的可能会想到去都市发展啊，也的。像我回来之前，我有在外面做过。是做什么行业的？相关产业吗？也没有相关。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在想说要不要回来帮忙。那时候我爸就是劝我回来做。对。他希望有年轻人返乡回来做，然后可以改变。对，我也想了很久。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爸吃点茶。在然后去绕宝山啊、北部啊、欧米啊，绕一绕，我就看到为什么橘子都还在树上，都还没有采。3月了，3月照理说桶柑应该都要采下来，怎么还留在树上？然后我爸就说，是因为采下来没有那个钱，卖不到那个价钱。我说俺讲怎么卖出去会没有那个价钱？他就说，我爸是说，因为市场，因为那个价钱都压得很低，对，然后橘子就是虽然漂亮，但是不好吃，所以它价钱没办法高起来，所以你就决定转都不看。其实还有就是有的人就是橘子树就放在那边，然后都不理它了，然后我问我爸为什么，他说因为像我阿公一样老了没办法做。年轻人也不回来，所以是不是算是你自己对橘子有一点情感？是到后面才慢慢建立起来，所以有点舍不得，就是父母跟亚流干妹就都苏当红，对啊，然后就决定要回到家里。对，我觉得农民很辛苦，但是得到的那种回报没有相符。对，那时候回来能不能改变？
来帮忙。对，所以故说你看按后上转到副卡来听书中间，咪真要本意多多鼓励一下。谢谢。对，没什么，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等下来做运动哦。